鐵板燒帶寵物食唔食得㗎？係咪所有毛孩都可以嚟㗎？我覺得唔會去呢一種餐廳咯，因為上幾段拍關於寵物餐廳嘅視頻發出嚟之後咧，收到一啲質疑嘅留言。其實咧，施老闆做餐飲咧係非常注重衛生嘅，為咗保持呢個寵物餐廳嘅衛生，天福究竟係做咗啲咩？第一，一般帶寵物嚟嘅客人都會提前同天福訂位，然後我哋會根據你寵物嘅大小同埋數量，安排更寬敞及適合嘅位置，咁樣其他客人怕狗又好，介意有毛又好，我哋會利用距離，可以令到兩邊互不打擾。其實呢個唔單止係保障食客嘅體驗，亦都係保護緊比較細膽嘅狗狗。第二，餐具梗係分開啦，兩隻係唔同嘅餐具嚟㗎，一睇就知道邊啲係專門俾毛孩食飯用㗎啦。同時食材亦都係分開煮嘅，保證佢唔會有調味料混咗喺入邊。此外，我哋仲會對狗狗嘅餐具分開清洗，同埋用餐之後咧環境嘅消毒，保證係衛生清潔。第三，對於大型狗狗天氣熱嚟食嘢嘅問題，天福係會有專門提供俾狗狗嘅移動冷氣，咁就唔怕狗狗熱到暈啦。食鐵板燒係鑊氣同埋氛圍，你帶寵物嘅又係客，唔帶寵物嘅都係客，最緊要大家係食得開開心心。